好，唉大家好啊！今日玩呢個君士坦丁堡嘅前國啊，啊，因為大家知1444年嘅11月11日嗰陣時都仲有呢個拜占庭帝國，但係我呢個 save 咧就整咗戰國，拜占庭就唔喺度噶啦。咁我哋都係送東正教啦，之後我哋再睇翻啦，我哋可以成立希臘重建拜占庭，因為我開始會睇你念書。你點輸咧？就稅收正加500，陸軍加500。根本呢個爽玩局咧，因為費事嘥咁多時間啦。呢個 U4 都係夠煩嘅。係啦，即係我哋傳教力量有50%啦，加咁傳教力量加50咧，就基本上一個月就傳教噶啦。文化同化啦，咁轉換文化唔使咁嘥錢啦。同埋特登有漢化無族喎，呢個係。之後仲有許諾土地啦，我許諾土地嘅話咧就殖民又會快好撚多，係啊。移民啦，係啦，或者係咯，咁海軍士氣加咗啦，叛亂度減咗啦，人力加咗啦，同埋呢個上限都加咗嘅。咁基本上嚟到呢度咧，一開始可以揀宣唔宣戰啦，我唔會揀宣戰啦。即係話如果要重建拜占庭要拎到咁多地，咁第一件事係咩啊？第一件事梗係秘密行動，建立反聯網先啦，開最大聲，之後奧地利啦，拉下奧地利直接殖民啦，奧地利直人，波蘭都可以拉嘅，波蘭拉下，波蘭，佢太多人啦，太多關係，法國都可以拉，西班牙我拉睇列強邊個勁啲，要我哋幫嘅波蘭會好啲。如果想佢請你，冇咩錢唔踢，冇問題，要拉下，黃山行動我都唔行啦，呢度連個恩添。咁比較想拉波蘭嘅結盟，因為波蘭結盟，佢喺東部咧，歐洲東部勢力大。佢而家未傳統立陶宛，但佢聯統咗立陶宛之後咧，實力加強咗。係，如果大家知道歷史係會有波蘭立陶宛嘅啦。呢度亂馬人啦，呢度而家要到20%先可以建立到偽造選稱啦，而家暫時未到。咁我錢一加15蚊，整個平啲啊，威望。整個威望啦，即係呢度嘅話，我就會想整個貿易啦。即係如果呢度最後下邊整個幾粒得啦，之後玩下貿易。拉古薩有一隻，拉古薩喺呢度，因為自保軍事坦丁堡3級㗎都奇觀咯。係啦，因為佢唔係特別國家，所以佢個任務全都係 cheat 嚟嘅。都暫時冇咩，你哋可以點啊？而家等下，多數咧我哋會集中點呢個行政理念，因為行政理念咧可以令到我哋會有嗰個唔係行政理念，應該講係行政點數聚焦啊，呢個寫咗聚焦啊，咁樣聚焦咗行政咧，咁另外每度會扣一點嘅點數，咁就聚晒喺行政度。咁呢度有上嘅守護者啦，上嘅守護者冇咩用，因為而家實力比較廢。如果太快 join 佢話有上嘅守護者，反而得不償失啊。咁呢度已經可以直接為咗宣稱㗎啦。咁我都有23隊，都唔算太少。咁我打去左邊咧，就少有餘嘅啦，應該不咗啊呢個。係啦，咁我呢度咧直接可以片㗎。
其實幾隊好少啊，但喂唔記得玩炮你點少啊你哋，冇所謂，都都夠隊嘅都嗱，柯林斯龍路仔啊，之前而家啲上限唔多，整一隊呢個整多隊僱傭兵啦，整多隊僱傭兵幫手維下城都好。因為士氣足啊，唔使驚俾人打死。咁但係海軍士氣就唔使足啊，所以就唔敢出去啊。同埋而家呢個年代嘅科技就暫時冇炮兵住，所以都要食住。一落翻嚟先。好啊，好維丁，好呢度照埋落去啦。可以睇下呢度點解會，因為俾人哋佔領咗海峽啦，就佢佔領咗我哋嗰個有冇目標啊？就僱傭兵個鬼啲啦，僱傭兵，但佢有自帶將軍，個將軍都幾勁啊！三火力兩衝鋒五機動，基本上跑得勁快。咁咗佢呢度，我話啦基亞呢個點解佢統一結盟啊？同我比較廢嘅結盟，基本上可以做間諜網。偉大復興話我哋偉大復興拜占庭帝國要做準備啊！咁我哋一路一定去安排佔領佢哋先啦，佔領到差唔多嘅話就應該開始有分數㗎啦。咁我因為啲地師有少少多，所以佢分數比較低。咁而家開始有翻分數啦。如果俾我咧，我23隊一定片出嚟，我鬥片㗎，唔使諗啊，得一隊啊，太多隊啊佢，唔夠片啦，唉，俾佢翻嚟，蝕咗幾分，一定要闖入去，正所謂，唔闖入去咧就贏唔到啦。呢度個牽，呢度個牽涉係直接可以打壞咗第部隊啦。28分我夠拎嘅，冇打敗大部隊佢唔係俾我。因為冇阿蘭幫手，所以呢場我打比較艱苦。雖然有30分，一定會佔呢，佔右邊佔到呢一個位。跟住肯定冇機會唔使驚，今日肯定冇有開成場有好多級嘅其實。係啊，我哋用自帶2級先啦，總之就跟 Muslim 先用到。
基本上我哋可以翻出去呢度，係啦，唔喺夠打嘅情況下咧，我哋照張瞓或者照個仔嘅，或者6點得咁廢啊能力，我基本上軍事素養比較高能力嘅，應該會比較用啲，因為呢下位有啲做得唔好，應該要要要同嗰個威尼斯結盟，因為威尼斯比較勁，海軍多，咁淨係得我咧，我冇海軍加成咧，基本上打得好慢，過唔到過唔到海峽就難打好多啦，一定。因為冇堡壘喎，呢個係速度。係唔記得睇自己嗰啲點數夠喎，可以撳翻啲點數。為咗圍城先啦，而家42%，比較慢速，我哋驗佔比較高，降下先，快爆半年。係威尼斯對我嬲，呢個難定。阿拉貢啦，阿拉貢勁，佢連我印，阿拉貢就冇死。木頭權威啊，因為木頭權威低冇咩修正，但高嘅交傳較正。好，到時要講木頭權威就可以用到呢啲咩神像、東正教就，而家國家基本上得翻希臘同埋啦，睇下呢度可以整個神廟，有奇觀嘅新版，有呢個奇觀有一級咧就減3.5年度，睇呢個幾勁嘅神廟。好啊，好耐都未圍到呢個城，呢個城都係2級城防。我哋呢個科技組大約嗱咧有炮要7厘先有，係應該比較耐。咁但係我哋可以改革政府啊，我哋係封建君主制啦，係啦，唔選舉君主制又唔用，騎兵花費都冇咩用啊，貴族妥協加穩定度呢都冇咩用，成本管理費減20都冇咩用，限制貴族全加稅收咧，呢個有用，加錢咧，咁你好快要 rich guy 嘅啦，好繼續等佢圍城啦，因為真係圍城要需要好多時間，真係。尤其是而家科技未到7級啊，仲係喺4級、5級之間徘徊，係啦。咁如果想用嘅理念，其實呢個理念真係勁，係啊。
探險家，因為你哋唔勁，有42%啦。咁直接一隊撞埋佢，你見到我哋可能少過對面5隊啦。但係我哋睇下，我哋視野18㗎，一衝就有對面實眼嘅，點會㗎？咁之後而家和談啦，我哋呢邊右岸呢啲全部拎唔到喎，咁我哋爭取樣衰啲都拎到1、2笪啊！戰爭賠款啊拎唔到啊，拎到幾蚊，唔拎錢就得。好啊，我哋食咗呢幾個省份啊，係啦，之後我哋可以核心化啦。咁但係我哋嗰個唔係幾夠嗰個。啱個加利波利啊，佢 crash 咗啦 ，Constantinople 嗰人拎寶佢都，即係而家伊斯坦堡啦，基本上係可以話阿唔打賴啦。咁但阿拉貢喂阿拉貢，阿拉貢海軍勁啲啊，基本上芬蘭拎寶就可以宣佈，其實我想東正教重歸呢個愛琴海啊，馬其頓巴爾幹半島呢度可以重新有呢度有個修道院，但佢唔係東正教啊嘛，所以佢冇 buffer。30幾隊我冇計咯，我係有大船，愛琴海呢個細海嚟㗎，大船冇咩用，整幾個獎翻啲細船呢啲，淨係整到7架，整啲先，跟住整1、2、3、4，整4架大船啦，威望好啲啊，錢又易拎啲，蘇迪太少啦，蘇迪我頭晚唔使諗，伊拿亞都唔使諗，呢兩摩爾達維亞呢個都唔使，威尼斯啊，威尼斯自然係威尼斯攞晒。佐治亞唔要，佐治亞基本上就係呢個位比較廢嘅個勢力，一唔係特別廢，即係講唔夠勁啊。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啦，根本要一7笪咧就重建到嘅。咁而家等時間 call 核心翻佢先啦。有生命的奇蹟，投資新科技啦，5級啦，跟住又睇下列強，我唔係列強76，就畢咗啦佢，唔係睇到我個雙頭型啊，要啲時間啊。基亞咁我哋可以做下佢啲先徵先啦，我有佢嗰啲點數咁多，格格都做晒先啦。我基本上咧，我夠點數我就會打啦，而家好窮啊，1+12點都比較少，我呢個可以換個2級嘅，2級穩定度花費係有啲廢呢度有，照用啦照用。基本上呢邊左邊全部都明教嘅，一拎到咧都唔使特別傳教，慳翻啲時間。啲咩迪奧多羅呢啲，即係一格呢啲咧，最緊要睇下俾唔俾附庸，太遠啦附庸唔到，根本就慳翻啖氣。係啊，
我全部啲海軍出晒嚟先，其實到呢度係23隊，跟住一隊啊，輕型嘅三手先可以去做巡邏，做巡邏先啦，改善咗兵種，我哋就係用共存先啦，我哋冇咩資源，係啊，呢個可以自己片嘅。誒，奧斯曼十分衰啊，即係對我做咗個叫做，基本上我打邊個咧，佢都會打我。咁而家點搞咧？我又打呢個咯，即係呢個直頭係個 friend 嚟喎，嗰啲類似啲阿拉嗰啲嘢，係啊。咁但係好似呢個都爭啲，等啲船出到嚟先。波蘭其實很滯啊，波蘭叫佢備戰啊，睇下波蘭。嗱就係人情，要求備戰啦，10人情。咁基本上咧，好，咁我哋大船未出咯，有幾手未出，呢度仲有一手嘅，就埋呢一手就基本上打唔到另外就呢個兩手嘅，係25手啊，之後呢個直接喺呢個位度加上去，基本上直接可以直接攻打佢啦，唔使諗，直接過河啊，要過河啊，要過河唔使諗，要過河可以 occupy，咁睇下啲船有冇唔夠我多好似，雖然人數比較少，但戰力比較強，所以就一撞就散基本上。係啊，波蘭大隊，波蘭大隊入嚟都夠打，冇計，只可以怪佢黑仔，基本上將佢當命嚟咗。1458年啊，而家仲係啊，基本上佢嘅備戰咧，佢唔會特登食你哋，兩下都已經呢有佳華我因為扣0.6啊，你要等呢架出咗咧先有得呢度啦，冇計。海軍學說，我會揀真船行動，腐敗度穩定度啦，跟隨腐敗。
圍城都比較耐，冇炮。正常基本上應該差唔多屋都睇到啊，都係冇理由圍咗3下先。一下撞埋喺呢度，撞到佢吞吞腰，基本上以民忠誠啦，咁睇晒二分係要繼續圍。基本上好快啦，做緊主意定私鑰傳播有用啊，思潮呢個 game 十分有用。咁全部軍隊一下，你睇度威望啊，天空聖林想跌，咁直接一下撞埋佢，基本上已經死咗。咁但係我哋就開翻呢個啦，睇下呢度左邊只有2笪，咁快100分，好癲我都。我而家唔拎呢笪，拎呢笪，呢笪好啲，呢隻123，呢度。咁大膽，正所謂咁大膽，撳錯掣啊！咁大膽，呢個都1000。唉，基本上等啲半年度降翻少少落嚟，我先係直接片呢個瓦拉基亞。咁而家等陣啦。好啊，今集嚟到咁多先，呢個君士坦丁堡係啦，而1461年1462年1月1日啊，係啦，又分一分時長啊，唔好一集咁長啊，咁呢第一集就完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